荨麻疹伫临床上真常见，差不多有95%以上的人一生中至少会发作一届荨麻疹。而大部分的荨麻疹伫发作3天之内，通常就会自行舒缓。但以患者老小者为例，伊只要是食着卵，也则是接触着灰尘，就会规身躯痒甲无倒困，症状持续2个月以上，互伊真痛苦。最后选择来到安南病院来做治疗。除了西医的药物控制，病院嘛建议老小者配合中医来调理体质。它是所谓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就是说它的病程超过6个礼拜，而且它找不到其他的一些自体免疫疾病或是其他甲状腺功能那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接受中西医合疗。那在急性期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中医调整是调整他的体质，让他这个体质慢慢恢复。那西医在急性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在他急性发作的时候，让他比较舒缓，让他不要干扰到他的日常生活作息。那后来我们这个病人在中医慢慢调理之后，就是病程就是恢复的几乎都快要解除哈。那其实在这边要强调，就是说你在正确的诊断之下，然后到医院来接受中医跟西医的调理，然后对症下药，就可以有机会把这个慢性荨麻疹把它做到最好的处理。刘小姐她是全身性的荨麻疹，她全身会有红疹，然后会有眼皮，还有嘴唇啊，还有手和脚都会有血管性的水肿。那她每天会发作，尤其是下午晚上会更严重。那她有时候去搬东西的时候，他也会有灰尘啊，到仓库搬东西有灰尘，所以他也会手上也会大发作。那经过他来我们安南医院的小儿科的风湿免疫的中西医合疗治疗之后呢，由赖以修医师的治疗和我们中医林丽华医师的治疗之后呢，他现在已经不会每天的发作红疹，然后他也不会说因为很痒而睡不着，然后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了。两位医师拢强调，虽然荨麻疹未去危害到患者的生命，但对着病人本身的工课、困眠、外观以及身心方面，拢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建议一发现症状就要赶紧就医，由专科医师来做详细检查，确定是什么款的荨麻疹，才来对症下药。目前针对参照老小者这款病因不明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以西医来讲，有新一代抗组织胺以及生物制剂会当投药，而中医嘛会当针对患者体质量身调配处方。患者只要遵循医嘱，就会当控制荨麻疹发作，如此会当大大改善生活品质，工课嘛袂去影响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